放假留一餐喺澳門，去咗一間60幾年茶樓。10月初5街轉入呢條巷，90年歷史東亞酒店入面，蘭香閣。壞消息係馳名燒味已經賣晒。有冇知情人士可以話我知呢檔叉燒係咪真係傳說中咁篤？但肯定個叉燒包就認真麻麻，啲餡太碎，唔夠多，個包唔夠口感。阿姐捧咗成盤嘢嚟，我揀咗呢個芙蓉荔浦角，外皮炸到脆金黃色網絲，啲芋泥餡足料到就快滿瀉，可惜凍咗，差少少。手工嘢嚟講，呢個蛋黃煎米雞一定要試，糯米雞外面包層蛋漿煎脆佢。有飯焦口感，但入邊啲糯米又 keep 到軟熟喎，一定要趁熱食。再嚟鮮豬潤燒賣，一食就知燒賣係手工剁，加埋嚿大豬潤，好肥美，好乸好食。唔知幾時開始飲茶要整碟乾燒伊麵，但有啲失望，味係 OK，但麵太生硬得滯。總結值得一試，但唔好期望太多。見識到品嚐到啲瀕危絕種嘅舊式點心都滿足嘅。